大家有冇諗過，如果個廢柴玩 Rifles， 仲係玩排位頭10鋪，究竟最後會升到咩段位呢？我哋拭目以待。我用噴火槍啦，跟住再加嗰個能按手槍，再嗰把鐮刀就啱晒。哇！咩料啊？上面有個落嚟，跟住有個噴火槍對住我噴，隊友又唔知去咗邊。不過我隊友都幾勁㗎嘛，我隊友，所以我都睇咗聲 sorry。不過實都係嘅，我隊友根本啱上屋頂，其實都唔係話咩喺邊度，應該啦，唔知。哇！靚波，好似冇開鏡咁樣啦，可能閃鏡閃得太快，定可能靠蒙啊，我唔知。哇！正啊正啊，兩個一齊燒雞啊燒雞！對面表燒119正，我上個超殘咯，而家食一食萬聖節糖果先，飲飲飲，啵啵啵啵，飲飲飲。哇！黐線咯，超認真，你見到全程冇講過嘢啊嘛，最尾嗰度贏咗贏咗，直接到本身噴喺塊面度，雖然有啲奸，冇所謂啦，佢得就佢得，贏就最緊要 OK。打爛個玻璃，咁佢喺下邊，咦？我喺上邊，聽咗腳步先，我要把噴火槍做恐怖嘅樣子啊 ！OK 啊，應該就死啊嗰條友，我打咗差唔多10幾滴血，可以的。我哋個隊友幾勁啊！雖然對面有個白金，但係都打3比1，隊友都幾勁。就死啦呢個 ，OK 死咗個。仲有個手機玩家，希望冇開治療喎，冇開治療，我仲有開治療都贏到，我隊友太勁啦，好個隊友。OK 攞個手機，仲死咗，笑死！原來排賽都有人撳地雷嘅，好似我隊友撳喎，不過地雷其實唔係好勁，我知道有少少經驗嘅人成都可以避得過地雷。你就好明顯咯，即係擺嗰陣時，仲有聲。如果你冇聲就可能勁好多，但係有聲咪擺落去地下邊。轉用一下 RPG 啊，呢個 RPG 有嗰個空洞嗰個皮膚幾好睇，C4都幾好睇，食到啲皮膚好自型。OK， 又成功炸死一個，根本可能贏到嘅。用個 RPG 炸，哎呀兩條喺個前面死啦。而家 C4 OK 啊 ，C4 跟住 OK， 條友成行嚟行去咪有問題咯。頂又揸唔中 ，OK， 應該就死，打咗幾槍用都知。頂，俾對面追翻4比3，死得，好似唔係追翻，我黐線，咁樣都會俾佢打中。OK， RPG 砸唔中，砸唔中 OK。至少冇用藥包啦，應該用藥包其實，不過好似咪揀走咗藥包嘅。好靚波，我自己讚自己，好好臉皮，40。OK， 睇我哋一鋪絕殺，睇住啊！各位觀眾睇我操作啊！頂，好可惡咯！對面就撳嗰個步槍，最憎撳步槍。哇！人哋用噴火都咁缺德嘅咩啲人？不過都好係我隊友用，哈哈。頂，佢又用噴火槍啊！哇，鋪都用啊咁樣，人都用噴火槍，冇啊咁鋪應該。
兩個人一齊燒黐線，超高傷害咯！我想講，首先你步槍，首先你步槍，咁打唔贏。係頂，做咩殺咗？有啲準喎，佢呢個好似。我唔知外國英文叫咩為有寫中文小姐，希望佢哋有嗰個即係嗰個自動翻譯。不過正常人應該都唔開嘅啫，我唔理啦。順便舉報埋一手先。OK， 前面都係輸嘅，暫時輸咗2鋪，好似係。咩料啊！又配咗上鋪嗰隻貓，着白金嗰隻，上鋪話外國嗰隻。次次就冇呢個習慣，即係如果勁嗰啲人，我就次次就唔會等。頂！俾人打幾場，6年都飛上去。頂！又成日手失敗，咩料啊！Yes， 成功追先，不過其實我覺得佢唔係外掛咯，只不過佢呢個段位比較似外掛，因為佢呢個準度唔似白金，我覺得。OK 啊，100佢要死啦，我有10血嘅優勢，仲咁樣打唔贏佢。OK 佢應該殘啦，連都飛上拖嚟頂。WiFi 太差啦，連都唔識用。OK， 拜拜。哇！痛，打個藥包先。有時你真係唔可以慳咯，你用就用，一直冇機會用。不過對我有啲慘，死俾人夾攻，我唔理。個隊友都幾有禮貌，我咧咁講 sorry， 用個自動翻譯有啲問題，我冇啦。我係講嘢，根本都唔識聽。其他我呢個貼心人士打下字安慰下冇問題嘅，咁我覺得肯定贏到，應該4-3位啊，有年都有失敗嗰個。又係呢隻貓貓為所要上嚟啦，我自己講自己笑，食個藥先，食咁陰嘅糖果。我打到63，今次竟然可以，太準啦今次。OK， 幾乎交換咗一波血量，但唔驚。再對咗次，唔得，要死！但冇藥包又俾人貓貓上嚟，同佢偷嚟傻仔。成功第2次誅仙，不過應該打贏嘅噃，應該打贏，1打2，咪2打1，一樣啫係。跟住玩競技戰地圖啦，好掛住，頂！啲嘢俾你打殘血，機場地圖好勁啊！頂！一講完真係死都唔講啊 ！OK， 自己用噴火槍組合，燒到個大殘，冇可能。咦，打70幾正 ，OK 可以。咁我應該冇啊，我覺得隊友死咗，真係冇。冇啦，下面嗰啲人仲落嚟打我。又係碼頭，唉，又咁步槍，跟住諗下使乜打門組合喎。呢個好難玩呢，突擊步槍，我又唔係好準嗰種人。如果好準就已經玩到好勁，都又唔係好準。自動瞄準就勁啦，不過係永遠都唔好開自動瞄準。定有個玩追小心啲。咦？頂！而家我呢個 WiFi 比較好，我就上到做埋嗰個切嘅動作。黐線打15發冇中過1發，啊中咗1發啦終於。中2發嘅，不過1次應該，又中2發，又中2發爆頭正。如果爆頭就幾高傷害，同埋如果你中得到嘅話，打個藥先。陰，你頂打唔到，冇啦咁多。有機會就有幫佢拖啦，唔知點解佢冇追上嚟，奇奇怪怪。好彩啱啱冇打咋，唔係我就蝕晒。有時你就要賭下，或者可能你唔搏咯。喺邊？喺度。拜拜，要死！頂咩料？總之打10滴血 ，OK。
平時我冇咁馬㗎，我今排唔知會比較馬啲，笑死！起碼唔係全場對啲傷害又得，證明你個手機玩家個機槍有啲麻煩。好彩冇自瞄炮，都冇自瞄用，根本就又係呢個飛嚟飛去。RPG 其實唔勁，俾隊友一槍追死，黐線。OK， 成日講用 UZ 會比較好喎，不過我唔用。食個糖先，飲。OK， 成日對俾人追我，睇下可唔可以贏到。咦？OK， 佢散血就俾度打到。OK 啊。好用鐮刀，又上到啊！今日 WiFi 問題，個延遲太高啦，即係延遲冇咁高就上到，同埋好順暢可以。對面又俾人追死，嗰隊友追死一個，好準啊隊友！睇翻個電腦比較勁呢個，隊友快幫我！哎呀唔得，我用 UZ 頂唔順，頂咩料？今日講咳啦，等先，今日咩料啊？我讚賞下對面啦，哇！今日一條片就到呢邊啦，咁樣我呢段位暫時係上到嘅呢個段位嘅1539。咁我唔知大家覺得即係打10鋪上到1539條線勁啦，我自然就覺得比較廢嘅，啲線都黃金嘢。咁今集一條片呢就到呢邊啦，記得訂閱我嘅 channel 同埋俾個 like and share，拜拜。